to address the reception. 各位嘉賓、各位市民，我今日好高興同大家聚首一堂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嘅大日子。今年係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，係15五規劃謀篇佈局之年，亦都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，提醒我哋既要銘記歷史，更要展望未來。回望過去3/4個世紀，中華民族走過咗極不平凡嘅征程，從抗戰勝利到建國初期嘅艱辛奮鬥，從改革開放邁向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嘅經震騰飛，中華民族實現咗從站起來、富起來到強起來嘅偉大飛躍。如今國家穩居世界第2大經濟體，係製造業第1大國，貨物貿易第1大國，國力強大，成就舉世矚目，國際影響力舉足輕重。上月3日，我率領300多位由香港各界人士組成嘅代表團，到北京參加抗戰勝利80週年紀念大會同閱兵典禮，見證我哋國家以最莊嚴同自信嘅方式紀念勝利、銘記歷史、緬懷先烈。我深感振奮、光榮同埋自豪。呢一次閱兵係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入新征程嘅一次閱兵，充分彰顯國家喺捍衛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以及維護世界和平嘅強大能力。喺紀念大會開始之前，習近平主席喺天安門城樓觀禮席同6位抗戰老戰士親自握手，當中包括嚟自香港現年94歲嘅東江中隊老戰士羅敬輝先生，充分彰顯中央對香港嘅高度重視同埋親切關懷。為紀念抗戰勝利80週年，香港特區舉辦咗系列活動。我好光榮受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同中央軍委嘅委託，向喺香港曾參加抗戰嘅老戰士、老英雄、抗戰將領或其遺屬頒發紀念章。我分別出席咗大型巡迴展覽，主持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園嘅典禮，為英烈紀念亭嘅對聯揭幕，以及到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參觀粵港人民抗戰勝利80週年展。我上月發表嘅施政報告提出，我哋會全面梳理同埋修繕保護各區嘅中共抗戰遺址，融入體驗路線同教育活動，加深市民對香港抗戰歷史嘅認識。國家堅持對外開放，全面推動高質量發展，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貢獻中國智慧，展現大國擔當。特區政府會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，發揮一國兩制下香港獨特優勢，着力做好3方面工作。第一，統籌好安全同發展，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，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，係一國兩制嘅最高原則。政府會不斷完善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執行機制，
維護安全同推動發展，全力拼經濟、謀發展、搞建設。我哋會全力辦好今年12月7日舉行嘅第8屆立法會選舉，確保選舉公平公正、誠實同安全有序進行。第二，發展經濟，改善民生。改善民生係我施政嘅最終目標。經濟同民生相輔相成，經濟增長係改善民生嘅基石，能夠創造就業同財富；民生改善則帶動社會需求，激發市場活力，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。經濟發展同民生改善嘅紅利相互連結，有聯動效應。發展經濟帶嚟更多優質職位，帶動工資上升。經濟蓬勃會增加財政收入，讓政府建設更多基建，提供更多服務。喺呢個聯動關係裏邊，部分行業好似金融、貿易等，會較快獲得紅利；一啲行業則可能較間接受益。但係紅利最終會遍及整個社會，讓大家共享發展成果。呢一點可以從家庭收入中位數喺3年間上升11%體現出嚟。政府會透過政策大力疏通紅利轉化嘅樽頸，縮短效益實現嘅時間，讓市民更快、更多咁受益於經濟發展成果。第三，落實好施政報告嘅政策同理念，深化改革，心繫民生，發揮優勢，同創未來。我重視即時措施，解決市民嘅日常問題，同樣係重視長遠規劃同埋系統佈局。3年多以嚟，我積極推動政府同埋社會改革求進，各個政策不斷落實，陸續見到成果。除咗市民收入增加，市面不時出現居水馬龍嘅現象之外，國際評級亦都不斷上升。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上升1位，連續2年全球第3。香港整體競爭力上升4位至世界第3，人才競爭力2年間躍升12位至全球第4，安全城市排名躋身10大至世界第7。呢啲客觀評級不但反映政府施政方向正確，以及政府同市民嘅共同努力，更加反映香港嘅經濟前景光明同埋國際嘅信心，彰顯香港喺一國兩制下嘅強大生命力。潮平兩岸闊，風正一帆源。世界100年未有嘅大變局加速演進，科技急速發展帶嚟急速轉變。我哋處於不可逆轉嘅經濟轉型期，係邁向經濟更強大嘅必經過程。香港正站喺邁向由治及興嘅關鍵節點。我深信，只要我哋團結一致，改革創新，我哋嘅共同家園香港必定更美好，東方之珠更耀目光芒。我祝願祖國富強昌盛，香港繁榮穩定，各位身體健康，事事順利。多謝大家。